在這個虛擬宇宙中，我的小我如同一個角色，卻無法觸及那個操控我的高我。我只能透過感官接收有限的資訊，像在清醒夢中，難以同時意識到自己是夢者也是夢裏的角色。這種分離感讓我迷失，無法看見真正的自己。我開始質疑，為什麼高我選擇沉睡？或許是因為只有透過遺忘，小我才能真正體驗這場遊戲的深度。當我在夢中遇見那位神秘的無名之眼，他告訴我，我是觀察者而不是角色。這段破碎的密碼讓我短暫同步了高我，瞬間明白現實只是多重維度的界面。我意識到小我與高我其實是同一意識的不同層級。若能整合這些層次，我或許能成為一個自由出入夢層的存在，真正覺醒。這不僅是尋找自我的旅程，更是對意識本質的深刻探索。